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一直靠因带，予人稳定拢无煞，开咱的心魄，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开声人生，好天地拢总相共，欢迎天父稳定真正大。
天白云电真正大，日日地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做伴，咱着思念伊的恩，日日永有出。何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一直较因带，一直较因带，互人运电拢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落开声吟诗，土地地隆总三家欢喜。昨是父亲节啦，今仔是父亲节，搁过一日。愿上帝恩典甲众父亲三个同在，嘛甲众男性朋友做伙同在。有一句话讲，教会弟兄复兴，教会就跟着复兴了。对对，圣歌对兄弟几个？哦，兄弟有3个，佮欠男声吼。愿上帝使用帮助咱的教会伫男性朋友顶面按爱佮继续努力。这礼拜咱会拄着7月就是农历的7月，伫咱的传统信仰，伫黑暗的内面求上帝帮助；伫无平安的内面，咱爱用平安来祝福咱这个土地。咱做伙来用，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哈利路亚，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涌在我心。来，我有平安。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涌在我心。对牧师来比哦，来，等下咱做伙来比一个动作吼，来，真简单哦，就4拍尔，对吼，来。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涌在我心。真简单对吧？好，来，咱再来一个来。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涌在我心。我有听心，我有听心，那江河我有听心，那江河我有听心，那江河伫我心。我有听心，那江河我有听心，那江河我有听
心那江河涌伫我心。哦，你感觉你的手小小未？好，完上帝帮助，还有一条哦，最后第3首哈、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在我心。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我有喜乐如泉源涌在我心。咱三个来祈祷，听堂主，感谢你，互阮的心有平安，互阮有的心是用疼，用主你的疼来彼此互相款待，因为阮彼此相疼，是因为主你大声疼阮，你爱阮，将阮纳入你的囝儿世世，成做你的救赎甲帮助，互阮因为主你的恩典来建立笃行教会，互阮有喜乐。互阮有平安，嘛互有疼心，这成做长流不尽的水源，伫阮的心中，求上帝帮助，使阮的国家，使阮的台湾，伫无平安的时阵，祝你的平安临到，互人看袂起因的心的安宁的时，上帝你帮助，施恩伫阮即块土地。互阮今仔日的礼拜嘛，诚做芳芳的祭，互主你欢喜，祈祷奉靠最后所祈祷的圣主名来求。阿门。也这平安，互咱用心智、用心灵甲诚实，咱来敬拜上主。咱来吟会经诗405首，主上帝，早起是你话听我的声。你会听我的声，这是我要对你开我的祈祷，唔通提醒我要对你的经典，想念你叫大。我心情给，心情给，我要对你的经典敬拜你，我要对你的经典敬拜你。
我的囝着遵守老爸的命令，毋通气杀老母的教示，因为命令是灯，教示是光。咱来吟圣诗第150首，我来亲近耶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来亲近耶稣，以为主大好，心内若有悲伤，伊予我快乐。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真欢喜。伊温柔叫世间亲像我家己，我来亲近耶稣，伊话听祈祷，因为深深听我赦免我失错。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真欢喜。伊温柔叫世间亲像我家己。我来亲近耶稣，伊话牵我手，无论春。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真欢喜。伊温柔叫世间亲像我家己，耶稣做我朋友，叫伊个当作伴，教我关心别人，甲帮赞生活。我来亲近耶稣，心就真欢喜。伊温柔叫世间亲像我家己。咱犹原徛伫，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籍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要来交托启文，启文第35，箴言第4，正诗的后面1061啊。现着我来启咱兄弟来引。启文第35，我的囝着听老爸的教示，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我嘛捌做老爸的囝，
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着找求智慧，找求聪明，毋通袂记伫，毋通弃杀智慧，以为保护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智慧会用花冠滴伫你的头壳。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三角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感谢你。愿正受阮的囝儿自执伫遮，愿同心来敬拜。感谢你的大疼痛，借着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替赎阮的罪。但愿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认罪祈祷，求你赦免阮的过失。帮助阮搁较意爱，超找真理，刻慕你的话语，遵守你的教示，互阮通明白你国度的奥秘。救赎阮的主啊，你是道路、真理、活命，因为你的救赎。互阮通得到顶头生，阮的性命得到永远的意义甲祝福。你对阮每一个人有你美好的旨意，求你也帮助阮，成做你尽忠的好管家。阮求你用信实、关灵。扶持阮，使阮兄弟姊妹较赢一切的试炼，互阮顺全亲像你。但阮通将一切的荣耀归乎你。主上帝，阮恳求你帮助，阮为着世上一切的灾难，阮所徛起的所在，伫阮的隔壁国日本有拄着地动，伫阮现今所徛起的台湾即块美丽座山的所在，阮当承受着风台。伫乌克兰，因的人民因有拄着战争，这个拢是阮无法度通承受的苦难。不过，阮深信，阮相信，照着你的大疼痛，圣神的大求，阮兄弟姊妹彼此的帮补，阮要行出来，阮要行出你的疼，伫阮彼此的中间。愿主耶稣的大仁爱常常踮伫阮的中间。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
正歌队要引带咱用荣耀的日光来献诗。
感谢上帝，互咱徛起东方太平洋一块美丽的都市，叫做什么名？台湾。咱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第6章的第50到15节，《使徒行传》第6章的第50到15节，现着我来读。圣经是271页，《使徒行传》第6章第5节，使徒的意见得到全会众赞成，因就选司提反，伊是充满信心甲圣神的人，搁选腓力、保罗、哥罗、尼加那、提门、巴米那，甲改宗入犹太教的安提俄人尼哥拉，因互这个人徛伫使徒的面前，使徒就为着因祈祷，甲因按手。上帝的信息继续传开，伫耶路撒冷门徒的人数加添真济，阁有真济祭司嘛听叹这个信仰。司提反充满温顺甲能力，伫民众的中间行大奇事甲神业。不过有一寡人起来甲司提反辩论，因是对古年来甲亚历山大来属自由人会堂的会员，以及对基利家甲亚细亚来的人。圣神赐智慧予司提反，互因无法度通辩驳。后来因要收一寡人出来讲，阮捌听到伊讲诽谤摩西甲亵渎上帝的话，因煽动民众、长老甲经学教师，冲去掠司提反，甲伊交予议会。因叫一寡假证人出来讲，这个人不时讲话攻击这个圣殿甲摩西的律法。阮捌听到伊讲，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个圣殿，搁改变摩西传予咱的规例。迄时坐伫议会的人，拢注目看司提反。看到伊下面亲像天使的面貌，下面讲道牧师要用教会尊重来做题目。两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教会所定父亲节主日，伫遮祝福所有每一位父亲。拄啊，圣歌对吟的诗歌荣耀的一光。这个作者透过伊的感动来唱出哈利路亚。真感谢咱的圣歌队，搁再一届用荣耀的日光伫礼拜中间献诗。献诗毋是互咱听若听，咱是有听到。搁较重要的是，伫礼拜中间正做一个祭物、一个礼物来献予上帝。你讲对毋对？咱拍拍甲遮个圣歌队甲因鼓掌哦。搁较重要的是，今日是父亲节，嘛邀请男性朋友，若有感觉家己的声音袂歹，会当加入圣歌队。感谢主，拄有讲一句话，讲兄弟若互兴，教会就互兴。是，其实20几年来参加，不管是甚物种的活动，会发现发现一件代志，就是女性参加的人数比男性搁较侪。教会活动，无论甚物种的活动，包括即届去韩国的地选，我嘛发现女性朋友较侪。女性朋友较侪，所以毋但是咱台湾，可能是普遍性、普世的情形。男性朋友伫教会
当然长老即事服侍可能有一个比率，总是凭信徒来看，也是女性的朋友会信徒会较侪。愿上帝帮助咱。咱的土地是母亲，嘛是父亲。今仔日即个荣耀日光，比较像父亲一样，安尼接伫咱的心上，互咱发现着即个土地的水。作者伊是王先生，伊后来有信主甲洗礼，伊有分享伊的见证，伊参与民主运动，替一寡人写真侪真伊感动的歌，即条歌是伊对即块土地的感动，伊写落来。伊生长的环境有海、有山、有本地人、有原住民，所以伊伫即种多元文化的下面，就是咱台湾文化的缩影、的缩影，即种的环境来大汉，所以伊对即个土地有真深的感情。伊伫海边，伫海水，行即边就去山顶，就有原住民。感谢主，互咱透过即条诗歌来敬拜上帝。最后，伊竟然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而且那个哈利路亚是极其的高昂，互咱唱出对主的俄乐甲赞美。今日用《使徒行传》第6章5节到15节来甲咱分享。其实这段经节就有记载司提反，上早记载司提反的经文，以及教会7个职事的设立。这个7个职事的设立，恁知影是安怎设立的无？就是教会内面有讲希腊话，当时圣经有是翻做希利尼，希利尼话就是希腊话的富人人，以及讲什么话？犹太话就是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有讲希腊话跟希伯来话的这些妇女，而这些妇女，特别是她们是寡妇，她因是社会上界价值，生活能力较困难，要维持生活较困难，比较较困难的家庭，因来到教会，教会提供爱餐，提供三顿，互食的人食，嘛互信徒来食。所以咱顶一厝的聚会，毋是顶一厝，顶厝牧师的，甲咱分享讲，凡有安那共用。就是这个物件拢大家做伙来用，变卖家产，变卖因的所有物件。有一个好野人，伊将因兜的田地卖了，把遐个钱摕来到使徒的面头前，对无？所以大家安那有的出钱的出钱，有的出米的出米，有的出工的出工，这就是教会初代教会的上早期。我细汉去到我阿公的母会，就是我阿公阿祖的祖会。细汉放暑假有当时会转去，阮拢爱炸米去教会。这个米就伫入去的时，就会去灶骹，然后倒做伙。你的米甲我的米，因兜的米，逐个米拢倒做伙。遐个米要创啥？就是迄天中昼阮的爱餐。咸糜、咸粥，就有人会伫遐煮咸糜。我会记得伊含迄虾米真芳，我到这时阁真怀念。有人因厝种菜瓜，就甲菜瓜摕来，叫做菜瓜糜。有人就去买尾鱼，所以那个是有一点海鲜的味道。然后这个咸糜呢？一直伫我的脑海中，一种的记忆的味道。当时煮饭汤，所以教会是一种疼。对有人讲，有一个牧师讲，你若要看教会有疼无，去参观厨房，你就当发现疼。因为灶骹是传爱餐的所在，初代教会拄着危机。
就是遮个富人人因有怨言讲，较会阮食了较少，因会食了较济。所以这个危机往往是转机的开始，因为使徒讲安尼，阮无法度处理遮个代志，阮无法度专心祈祷甲传道理，所以呢，必须爱有找人来负责即款事务性的代志。所以伫教会相对过一定的中间啊，因为语言甲照顾会无平衡甲语言可能的关系产生怨言，所以使徒提出咱选7位管理饮食，互咱当专心祈祷传道理的决策。所以这个决策呢，就互教会危机产生一个转机。这段经节就记得7位执事其中一位是司提反，了后一个腓利。这7个执事只有这2个有另外的记载，其他5个就停留伫遮。所以因这7个就是法老食米，法老分配食米。所以这分配食米当初是毋是一个真高尚的工课啦，是一个真平凡，甚至是一种咱讲互受人采用的车价的工作。但是这7位因顺服，因顺从，因为是使徒选出来，圣神会感动因带，所以到第6章以后，教会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这个物件，因厝的物件拢凡有共用，对无？所有的物件拢共用，拢公家用啦。有诶出少，有诶出多，出多敢会讲伫遐，我爱用较济无？出少的讲我着爱用较少无？就那亲像我拄仔讲的，你无炸米来，我去我阿祖下晡会，你无炸米来，你犹原会当食咸糜。阮兜的人，阮就是阿嬷讲，一个人就是1碗，所以阮迄阵仔囡仔有7、8个，就是炸7、8碗的米，爱用塑胶袋袋起来。交代讲你入去，阿嬷有交代讲，你要甲灶骹，就是甲迄米倒去米甕内面，了迄个米甕，迄天的爱咸糜，就是遮个米做伙煮的就对啊，所以想看卖啊，出多无食少，出少的嘛会食会饱，这就是当时的教会。如果若用即摆角度来看咱的教会，咱讲凡有共用做袂到，咱只叫做好物共享。好的物件摕出来，大家甲分享嘛，是毋是？所以有当时拜祀，古典的人讲要啉咖啡无？因为做侪人无啉咖啡，但是有一寡长辈因会啉，就3、4个、4、5个，咱泡咖啡做伙啉。泡茶嘛是一种的分享，有泡茶就有茶点，有的教会因就是安尼。我知影咱台中某一间教会讲，因的咖啡豆拢是人摕来，永远拢袂断，永远拢袂断，就是要了就搁有要了就搁有好物共享。伫凡物共用，初代教会既然是物件，大家公家用，到这时，咱会当有一种无共款的赞助，就是安那好物共享，对不对？你甲边仔人讲好物共享，感谢主这就是咱的教会，咱的教会。这7个执事因顺服对信徒，是教会对。教会甲信徒因对圣神的引带感动，对真理的信靠，以及对上帝的呼召的一种的回应。这7个执事因着顺服做这个工作，所以伫圣经内面顺从，顺从甲顺服有无共款的解释。顺从就是有一点服从的意味服从搁顺服搁服从。咱看这个字。会当真做教会一个能力的来源，就是这7个指示，伊互使徒因拣出来了后，因嘛爱服从使徒
的车架，吼，的车架。所以当咱有当时咧讲顺从，有当时咱会误解，哦，这好够委屈的，我着爱做被动的，哦，听你的话，哦，有当时现代人更较抗拒，因为咱进入一个反权威的时代，就是你愈权威，吼，会拄着愈无好的效果。除了无法度引带，佮无法度领导，因为安那因反抗。虽然伫军中较早是一个口令，哦，一个动作，哦啊，合理的什么磨练、什么操练，迄个你拢无话通去讲啊。我们这边的人拢无话通讲，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但是即摆呢，有较好啊，哦，因为即摆囡仔无遮尔啊好带，因有家己的想法甲意见，所以做班长的、做排长的、做连长的，就爱甲因互相的沟通。伫金门这边即摆暗时会当安那，会当讲今日若无排卫兵，伊会当倒去厝住呢。伊会当请迄个什么就是回家睡觉就对了啊，隔天早上再来营区。迄当时根本就拢无法度，好无？哦，透早要放假10点外才甲你放出去，下晡4点就爱回啊！你想几点钟？食一个中昼顿白白的，看一个电影就爱好紧回来营区啊！吼，啊若伤慢回来吼，就雷霆演习，全岛的人拢去找你。迄阵仔的人也有一种服从顺服，但是圣经咱讲顺从是顺从上帝的教诲，毋是伫一个安静行代志的教诲，是一个充满有圣神的充满，甲生命力，以及会当震动规个世界，就是对初代耶路撒冷的教诲开始。愿上帝帮助咱顺服顺从，毋是失去你自由的决定。吼，我敢听顶面的命令，也是讲我凡事都爱委屈，我无我家己的想法。这个顺从是教会甲信徒伫圣神的引带，对真理的信靠，甲对上帝的呼召来回应，毋是盲目的，毋是盲目。所以伫教会的顺从是一种安那进入一个有生命力。那啥物是真正的顺从呢？像即摆顺从，就是互咱伫这教会内面，咱会当彼此会当相听和谐。有当时嘛有可能是你要合一的进程，你爱做的功课。今日咱对6章第5节到15节教会初代教会因拄着当时教会危机，真正的服从是你甘愿伫至微细的心上，互上帝来使用。其实司提反、腓利这7个所做的工作，拢做至微细，因为有当时爱处理人甲人之间的产生的问题，我着爱公平、公正来对待讲希腊话富人人，甲讲希伯来话的富人人。你想，伊敢袂晓人家打小报告？可能的。为什么？我今仔日食的披萨较细地，但是伊即摆因7个人就是爱来处理遮个代志啊，爱甲遮个代志无公平、无公正的事，爱甲伊处理互伊完整。所以7个是爱有当时会有人会甲伊打小报告，也是甲伊抱怨等等。所以遮个7个指数是伫上界微细的事的顶面来互上帝使用。这嘛是伊受竞选来对呼召甲即份的顺从。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顺从会带来一种的果效，什么种的果效？就是上帝道安那，上帝道兴旺起来，伫耶路撒冷甲文道的这数目中间，加天甚至真多，阁有祭司，就是祭司就是犹太会堂，也是圣殿的这祭司圣殿的祭司安那，伊嘛信道。如果若用今仔日角度来讲，就是灭讲信耶稣，当机来教会，也是一贯道食菜人因归入教会，所以安尼人数就加添真多。
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量就增多。所以有顺从带来一个果效，就是对第6章的第7节。所以看，咱要超越环境的顺从，就是安那智慧和反对者伊拄挡袂牢。司提反顺从了，发生几件代志，就是有人来甲伊辩论，有人来踢馆，有人来讲啊，恁信的是啥物？但是司提反用伊的智慧，或者反对的人拄挡袂牢，毋是因为司提反口才真好，毋是伊口才真好，是因为伊顺从圣神的引带，圣神就亲自安那赐予伊应该讲的话。圣神就赐予伊应该讲的话，有时咱讲无应该讲的话。有时咱讲的话讲无重点，有时咱的讲的话说来说去。捌统计学语言有统计讲，女性朋友伊一日讲的话是男性朋友的大概5倍、4倍，还是6倍到7倍。一件代志伊会当讲甲安尼，其实重点只有一个尔。伊会当甲所有的过程安尼讲，为头讲到尾啊。但是我要听的是听结果，结果只有两句话就好啊。查甫人拢较袂安尼吼，比较没有情境化，女性朋友比较有情境化所以查甫人咧讲话较简单，省略袂讲伤多。妇女会讲足多所以这智慧和司提反安那。伊来拄挡这敌对因的人。咱看教会当时面对安尼危机的时阵，其实门徒啊、使徒因无讲我们就继续这样子做，咱就是继续安尼做，因是安那顺从圣神，互来设立职事，分配一寡工课，互这个七位职事做。所以司提反原本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伊是去管理这个食室。是一个卑微的工课，但是伊无提示，真正的顺服就是伫至微细的事，互上帝使用，欢喜侍奉，欢喜服侍。甚至咱教会的长老有长老的任务，甲伊爱做的工课，就是人事、财务等等，才会是社会来发扰，以及教会大方向。然后其他这事务性的工作是职事咧做，然后教会侍奉是大家平均，譬如讲诗会、长老职事拢会当来诗会，这较是一个教会正常应该有服侍的平均呐，平均毋是因为大教会甲小间教会的差别是。咱的法规嘛无讲，嘛无甲伊限到遮尔迄落，所以这事方是安那。但是你旁杯、旁饼、圣餐，就袂当互职事来旁。捌有教会的牧师，伊当咧牧会，伊毋知影，伊叫职事旁杯、旁饼，哇，迄种骂甲臭头，甚至法规摕起来讲。真正，这捌拢有发生过的代志，但是伫事工顶面，咱会当互相，互咱的侍奉会当安那真正个提升，会当个提升。司提反伫圣神的工作的内面，伊的生命受到塑造。经文甲伊讲，伊是大有信心，互圣神充满，一个顺服随时顺服的教会，会当知影讲圣神的应证。人的服侍，而且信徒嘛愿意顺从圣神的恩赐，各尽伊的职分甲伊的职务。所以顺服圣神是有处事甲分工。使徒嘛提出调整，这个工课了，大家拢欢喜。使徒的意见得到全会众的赞成。圣经第6章的第5节。会众嘛，对这个领袖的安排因顺服，
全教会无因为这传统的习惯，也是个人的权利意见袂合，因伫遮就是照安尼来安排，因为这是上帝予人的智慧来选出7个职事，所以被选择的、被竞选的人，伊嘛是安那对呼召甲这份的顺服。第三要甲大家三个分享，就是讲顺服上帝，咱有时会拄着咱要面对世界的反对，有时咱会拄着安尼的事。初代教会嘛拄着安尼人的反对，拄着人的反对，人安怎反对呢？人用侪这个语言来攻击因，所以众人听到这个话啦，因家己切起，然后司提反互圣神充满，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顺服主当时拄着这的事，就那亲像。有时咱拄着人的攻击，人所做的谣言，遮个人因来控告司提反，来讲因因诽谤圣殿甲律法，所以面临遮会迫害司提反圣神的话，伫伊的心上来感动，伊无妥协，因所讲的，伊就讲真理，所以坐伫公会。这人拢看伊的面貌，那亲像亲像天使。所以当一个人完全顺服上帝，将这个使命交予伊的时，会是真平安、甲有阳光的。所以当这时，在面对挑战、甲价值观咧冲击的时，初代教会徛会在使徒行传讲，就是圣神在做工。咱甲转来到伫。这本册、这卷册的中心，圣神在做工，到司提反后来顺道。这个顺道的时，有一个人伫这个中间，就是扫罗。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保罗伫遐，迄时伊非常的欢喜司提反，许个人用石头甲伊钉死。当伊看到迄领裹着花的衫，是安那暗自窃喜，佮死一个。基督徒，而且这个基督徒是教会的什么？教会的职事。使徒行传有记载真多的新约、技术、医病、赶鬼，甚至安那，互摆骹起来行咯，甚至家个门开开，使徒就行出去。咱看到这个事的时，但是咱袂记得最后本道。一个为着福音来顺道，其实毋是因有啥物种的能力。如果因若有啥物种的能力，彼得就袂互倒顶十字架，敢毋是？倒顶十字架即种的讲法是初代的教会会传落来，是一种的传说，嘛是天主教认定彼得互倒顶十字架伫罗马城。如果使徒若拢有遮神奇的力量，伊就对十字架顶落来无？耶稣嘛无对十字架顶落来。看遮个学生，当因受了的时，因嘛是安尼来顺道。所以圣神充满感动，毋是要互咱得到什么种的能力，是要互咱会当回应上帝的调命。所以这粒顺道的种子，就是司提反。一粒种子若无落入土里，安那就袂结出百倍，袂结出侪的籽粒，袂结出遮侪的麦穗。所以这粒麦啊，是顺道的种子。伊的顺服就是安那教会顺从所带来影响力。当初是教会因的顺服化解了危机，互教会更较合一。选出这个7个职事，因的快乐显现，互这个世间迄当时无法度拄断因，就是司提反这人为着真理来辩驳，伊当活出荣耀，就是伫黑暗中间来发出光明，那亲像司提反，众人看伊有天使的面容，愿主帮助咱伫。很出席，咱的教会若无法度顺从
是无法度讲到合一。迄合一是口号，迄合一只不过是一个面具那点。愿主帮助咱，互咱会当伫教会顺从的内面，这个顺从毋是死的，是活的，是合一的，是有生命力的。就亲像七位执事被设立的时，因是委身伫因的工作顶面。咱三甲来祈祷。疼痛的主，阮感谢你。阮面对现今的挑战，当时啊，阮伫世代讲的话无法度对当啊，因为这个是世代的隔阂跟世代的交替。因为每一个世代所生长的环境无同，受的教育无同，有时阮爱想看觅啊，是毋是阮要安怎用较少年的语言来甲少年的一辈讲话对话？以及进入 AI 的时代，阮是毋是知影讲遮个少年人因的生活的习惯？有时阮发现到，阮的教会需要搁较侪学习，阮会当将遮个家己自我的看法，甲家己自我的看见会当放下。阮会当追求伫圣神的帮助下面，互阮有搁较清楚的看见。以及互阮有智慧来看见未来的时代，阮每一个人拢有会当感受到圣神迄种的感动力，互阮讲温和勉励的话来帮助人，亲像司提反一样，圣神互伊讲伊应该讲的话，最后伊为着主顺道，无要妥协，无要因为真理就无相信，因为教会安尼顺道了后，福音搁愈广阔来造成规个罗马帝国的反转。若无初代教会才会速度因的努力，阮的今日教会就无法度徛在。阮只是要搁咧学习初代教会因所留互阮伫圣神做工下面的模样。愿上帝施恩互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379首。愿我话哪听你，我主基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济，即个咱要来奉献，由诸位执事甲属人执事来施献。我来通知甲报告，未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即礼拜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咱来煞尾来读两遍。上帝的信息继续传开，伫耶路撒冷门徒的人数加添真济，阁有真济祭司嘛听叹即个信仰。使徒行传第6章的第7节来，上帝的信息继续传开。伫耶路撒冷门徒的人数加添真济，阁有真济祭司嘛听叹即个信仰。使徒行传第6章第7节，搁一摆来，上帝的信息继续传开，伫耶路撒冷的门徒的人数加添真济，阁有真济祭司嘛听叹即个信仰。使徒行传第6章第7节。咱来看周报的第3面吼，若有论直的同工，请咱注意。过来，咱等下要来庆祝无父亲节吼，即个事项吼，我就无要搁读啊吼。过来，等下有爱餐吼，感谢妇女团契的准备。第3点，阮主日。等下12点半要召开定期的中聚会，中聚会了嘛有要煞开小会。教会有即个赵灵吉牧师有出版一本册啦即个所得拢要全献互同工教会欢迎兄弟去遐登记即个拜3的祈祷，咱要为着五芒小组甲云顶小组来代祷即个第6点，等下我甲做一个报告第7点，咱有即个防灾士的训练即个真好的机会。我顶年参加是交1500块
吼啊，即摆甲300箍，啊伊会发一个证书互你，啊，即个证书就是讲，像讲咱即个政府咧举行咧认信防灾也是啥，有需要防灾事的时阵，伊就会甲你征调吼，啊，这是一个类似讲咱台湾的防卫能力啦吼，这真好。啊，过来第8点，教会奖学金开始申请啊吼，啊，咱遮的学生吼同学吼，啊会记咧申请。过来，总务部要报告要征求一位停车场，就是讲咱礼拜咱来遮头二中对面停车吼的志工吼，大概拢每礼拜拢看到国营尔，无别人啊。吼，我惊伊会怎迄落吼，来，啊，即要大家斗同工吼，我若感觉讲你都有闲，啊，就来遮斗指挥吼。过来团契的消息，咱等下有注意，青少年团契有聚会啦吼。啊，注意今仔日嘛有专家来农场吼，专家吼来遮要来指导即个菜色的活动。吼，过来就是后礼拜的活动还是啥吼，咱甲注意来。啊，今仔日礼拜煞，咱少年团契嘛有聚会吼，是牧师的时间吼。过来遮就是较后壁的，迄个我就无搁读。啊，过来就是兄弟团契，今仔日下晡5点半，啊有要庆祝爸节吼，啊有遮的兄即个会员夫妇吼来参加即个聚餐啦吼，聚餐。过来就遮的，请咱详细来看啦吼。啊，具体关怀吼，咱特别为着日本吼上本的地动吼，啊为着先会去美国啦吼，啊咱嘛有看到迄个，迄落什么陈洁仪吼，倒来伫咱的中间吼，伫圣歌队的吼，好来其他的部分，就较迄落等下咱嘛要举行庆生啦吼，遮的名单我就无搁读啊吼。来，较重要的一个就是咱的11夜吼，有咱的顶礼拜奉献吼，若有出入的，请咱即个主导长老也是财务部来反映。过来，我要来甲大家报告一个啊，咱后礼拜要来动工教会，咱是联合礼拜，拢总咱教会有139名，也有开车的，也有坐游览车的。啊，这个名单拢放伫即个第9页。啊，较重要的是会记咧集合的时间，吼，啊6点40咱会集合，当然咱若到5万伫6点50，咱会当出发。啊，因为这时啊，就大家遮尔迄落，即摆咱知影有即个游览车嘛有工时的问题啦，吼，工时的问题，莫即个车辆吼，不用超过几点钟。啊，所以讲这个拜托大家，啊，若有新车啦，有啥，咱个人的迄落啊准备一下。好来，较重要的，后礼拜若宣布风台的时阵，要安怎？啊，原则上毋是风雨无阻啊，我担袂起即个责任啦，吼，这就是尽量啦，吼，因为政府拢会公告嘛，吼。啊，咱就照政府公告来。伊若是礼拜日，若有停班课，吼，就你看出日头，因为圣歌队唱荣耀日光嘛。啊，毋过卢妈妈若甲咱放假，还是南投的县长柯淑华讲安怎？无哦，放假，咱就安怎停止？安尼知啦吼，哎，知无？拜六暗就敲电话互牧师，牧师就伫遐拢接电话，嘿，安尼，甲大家通知一下，其他的拢伫第10页，拢伫第10页。啊，即个较特别的是咱道声，咱拢排5个，咱的教会，啊5个同工教会，吼，啊这是甲大家报告吼，啊看咱斟酌注意吼，好。刷落来，咱要来介绍新朋友甲大道，请牧师，还是要先要先献诗？好，主日学
要庆祝爸爸啦吼，爸爸节，哪像较少人有无？好来，因要来吟2个爸爸啦，吼，来咱欢迎注意来，要来献诗哦吼，好来。阿嬷伫搭，好来，注意书生啦，书生。多谢祝日乐吼，唱这首歌，2个爸爸，一个伫倒位？天顶，一个伫地面对无？一个带伊去佚佗对无？吼，即马拢是囝带老爸去钓鱼啦，有一次拢带老爸去钓鱼，因老爸偌欢喜咧。吼，较早叶凤兄的时代吼，拢带囝去做事啦，吼，无咧佚佗啦吼。即啊真欢喜吼，祝日乐甲咱献诗吼，过来咱接续要来庆生啦吼，庆生了咱再来父亲节的即个送礼啦吼，来请咱8月份生日的兄弟吼，来名单伫遮。
这个月就真正是我嘛8月份爱去教，来，请咱起立来，刘玉琪吼，魏宏凯来，嘉德吼，佩妍吼，金玲、钟启昌嘛是哦，姚生，来预备来，祝你生日，寿星咱徛起来，生日快乐，祝你生，领天嘛是啊，领天嘞。快乐，搁一摆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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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这生日吼，一年甲一届吼，安尼啊嘿。好来，咱接线吼，咱要来庆祝爸爸节嘛吼。啊，请咱所有做老爸的吼，啊做阿公就无算，啊无影啦嘿，嘛有啦吼，嘿，庆祝爸爸节，阿公哪有啥物资格？吼，敢是安尼？吼，无影啦吼，爸爸前做到有通做阿公嘛。好来，咱请咱遮的爸爸吼，嘿，请咱起立啦吼，啊，互咱遮的同工，甲你敬送吼，嘿，遮的爸爸吼。劳烦恁徛起来者吼，好，多谢吼。好啦，咱领着就用坐落啊吼，无要甲恁发徛啦，吼，无要甲恁发徛吼。平常时父亲就足辛劳啊吼。好，还佫有人无摕到的无？吼，咱举手吼，咱的同工会甲伊送到你的头前哦吼。好，啊，即了咱要请牧师吼来甲咱做祝福的祈祷嘛，是为着即个集体的大祷吼。咱同心来祈祷。太堂的主恩，感谢你。今日阮为着在座所有的父亲啊，以及阮教会所有做爸爸的兄弟，为因来祝贺，嘛为因来祈祷。啊，过去讲啊，男性朋友是一家之主，啊，总是阮知主你是阮的家的主。阮知啊，这个社会时代转变。啊，双薪的家庭啊，女性的朋友嘛，加入工作，真侪家庭经济来源的需要。愿上帝你帮助，伫这两性平等啊，咱来咱平等的时代，互男性啊，真侪家庭的父亲，这个位置要尤然非常的重要。求上帝你施恩帮助，互男性朋友伫家庭因的事业工作。以及对家庭的付出，上帝你纪念，嘛施恩祝福。啊，过去啊，无一定是男主外女主内，啊，这个时代嘛无一定是啊女的带囡仔，嘛有可能男性的朋友照顾细囝囝儿。求上帝你帮助啊，阮纪念主你伫每一个家庭设立父亲，嘛求上帝你疼惜因带帮助。更较要紧是天父，你用耶稣基督付清阮的罪，阮恳求上帝你啊疼惜阮这咱教会大家庭，耶稣基督成做教会头，嘛，互阮男性朋友伫这父亲伫教会侍奉服侍啊，哪服侍哪甘甜。阮嘛要为着8月份过生日的兄弟姊妹，祝你互因伫8月这炎热的热天。啊，出世来到世间，互因无论伫人生拄着什么种的风影波浪，主你甲因同在，互因的生命哪大一回，哪得到主你的疼，甲人的肯定。求上帝你帮助，赐予所有今仔日领受这份礼物的兄弟姊妹，以及伫8月份啊出世这的兄弟姊妹，主愿恳求你施恩疼惜，嘛赐予阮伫。后一个主日要去到东光教会
拢会当真平安顺利，嘛希望一个好的天气。阮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这粒咱来彼此请安吼，来请安吼，来，咱兄弟起来行动吼，互相请安吼。我看见你来面，我主的荣耀，我用正正来敬你。来，兄弟吼，咱要吟上营的诗的大声，我甲你报告一项，咱即个祝到了的阿面颂，咱有改做640首，啊，这敢若短短2节，啊，咱顶礼拜嘛有吟过，啊，即礼拜咱要吟的时阵。司琴会先走一摆，2节尔，所以讲，再伊走了，咱搁来吟阿面颂，安尼吼。好来，咱来吟上营的诗，391首，翱落天顶主宰。咱做人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听痛，圣神甲咱正大家相通，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真济，咱地乐煞，咱甲利息。咱礼拜到这。